以外界看作是總統賴清德上親密戰友的立委林俊憲挑戰這擺民進黨內市長初選4月蔡康邦加上各區議員的小廳舉辦大型造勢，結果10號民調結果出爐輸2%，第一時間大批媒體收佇總部頭前。林俊憲表示坦然接受是個人努力不夠，會跟我的所有的支持者，還有我的競選團隊、我的夥伴、我的戰友們，表達我對大家的感謝和抱歉，是我個人的努力不夠啊，這個結果讓大家失望，但是這個選戰未來我們其實還有更重要的路要走了。未來民進黨如何整合化解初選過程的對立和攻擊，林俊憲強調也需要一段時間，不過伊會全力支持陳亭妃團結向前，目標打贏2026年大選。接下來的2026大選，我也會支持陳亭妃委員。民進黨只有團結才能打贏市長的選舉，所以我要請再次的呼籲我的支持者，大家不要失望。讓我們繼續一起愛台南，為台南來打拼，只要我們團結努力，讓台南成為守護台灣民主自由最重要的一個堡壘。台南新聞軍籍採訪報道。